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2。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安尼讲：逐项事，我因为福音来行，是互我通三角有份的福音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逐项事，因为福音来行，通有份的福音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堪得荣耀、尊贵、能力的上帝，主啊！你的权能远过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强，你的恩典直到永远，主啊！你用慈爱慰慰阮，用公义扶持阮，互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的中间，拢无跌到跋倒。主啊，因为阮的一切拢在伫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常常存着谦卑甲顺服的心，互阮欢喜付出代价、时间、才调，互搁较侪的人看见基督的疼。通互因三角领受福音的丰盛，主啊，愿阮的性命通为你来活，互阮伫逐项事，拢因为福音来行。通三角有份的福音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